做完最后一次换脸术，你就可以新生了。我本天启镇国将军，上阵杀敌无数。后来我凯旋而归，热闹的庆功宴却成灭人灾。而这一切都是我堂妹和狗皇帝所做。为什么？我的好姐姐，功高盖主，皇上要你们死，你们全家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以后这楚家就是我的天下了。赵君瑶，楚兰英，从此世上再无楚云歌，只有要复仇的妖姬连玉衡。主子，您这张脸当得上天下第一美人，但是只有金红帽是不够的。真正的祸国妖姬，还要有一副肤如凝脂的媚骨。这药浴可使肌肤去腐生机，需每日泡足3个时辰，可过程如白蚁啃咬，痛痒难忍。不过，若你能坚持7期49天，便可使肌肤玉彻冰肌，身带异香。赵君耀和楚兰英灭我全族，却还装成勤政爱民的好皇帝，赢得功与名。赵君耀、楚兰英，我定让你们血债血偿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海昏侯之女，温婉贤淑，德才兼备，命择日入宫。来了！哎，你说这个海昏侯的女儿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听说啊，这海昏侯的大女儿玉骨仙姿，那叫一个倾城绝色呀！而且生来就带有异香，一副好嗓子，比天上的鸾鸟还要动听啊！有这么夸张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好香啊！好香啊！这天下第一美人儿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赵君耀、
楚兰心，无言了，我回来了。妹妹现在怀的可是皇上的第一位皇子，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啊。姐姐有时间担心我，倒不如多担心自己。这天下第一美人要入宫了，还未受封，皇上就将距离她最近的未央宫赐给了她，这样的荣宠，姐姐，你的地位怕是要不保。妹妹，在这后宫当中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，说多了会出事。本宫倒要亲自瞧一瞧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到底有多美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惊扰我们主子的马车？小姐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打小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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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他，北齐之子萧景逸。不要打小姐！不要打小姐！不要打小姐！去你的！狗杂碎，你不是挺能跑的吗？啊，你再跑一个给我看看！救救小姐！救救小姐！别打了，再打他就死了。哎，就是，何必跟个傻子一般计较？一个俘虏而已，打也就打了，谁敢挑我事儿？更何况我姐可是一品贵妃娘娘，将来可是要入主中宫的。一品贵妃，我们一家人的人血馒头，好吃吗？我打他那是瞧得上的。来搭把手，来，你跑啊你！去你！翠心，狗杂碎，跑啊！住手！你又是谁呀？胆敢管小爷的闲事啊？我是海昏侯府的婢女，奉诏送大小姐入宫。意思这个马车上就是那冠绝古今的天下第一美人？我说呢，哪里来的香味儿？原来是这个女人的味道。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像世人说的那样举世无双啊？让小爷我上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。大胆！我家主子也是你能冒犯？国舅爷，皇上召她入宫是为了封她为妃的。是啊，她可是皇上的女人哎，咱们可动不得。我姐可是冠绝后宫，皇上的女人不过是个玩物而已。只要我想要，她就是我的女人。好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，我就先拿你开刀。贵妃娘娘驾到！见过贵妃娘娘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好堂妹。贵妃娘娘，好威风啊！可惜楚兰意，你的荣宠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。姐，这骚味儿，隔着帘子都挡不住。娘娘有所不知，据说这连氏一族盛产以色示人的玩物，车里这位就是连氏一族送进宫伺候皇上的婢妾，还未受封呢。一个蛮夷之地来的贱婢，进了本宫还不赶快下车行礼？贱婢连氏，快下车行礼！笑什么笑？臣妾久居闭塞之地，确实不懂。难道贵妃娘娘打得过天下之主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臣妾奉诏进宫来伺候皇上，什么贵妃贱妃，跟臣妾有何关系？你敢侮辱本宫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婢给本宫拖下来！这就生气了，你还是这么不禁斗啊！挨着呢，让我来。皇上驾到！
少君阳，我们终于要再见了。奴婢参见皇上，妾身参见皇上。平身。海昏侯之女，有点意思。不知道朕这个天下之主，有没有这个荣幸啊？一睹芳容呢？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啊！落水之畔的神女也不及其一二。臣妾玉衡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传朕旨意，南岳林氏封昭仪，赐居未央宫。我的好堂妹，珍惜现在的一切吧。接下来，我会亲手把你从那云端之巅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。姐，这女人分明就是勾魂的妖精，姐姐哪位子又不保啊？就她，不过是一个玩物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本宫让她活，她便能活；本宫让她死，她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个后宫要变天了。为了复仇，我把自己变成了噬骨的毒。今夜之后，世上再无将军楚云阁，只有妖妃脸玉衡。主子，开始吧。这蛊虫世间仅有一只，吞下它，从今以后，这狗皇帝就会成瘾，再也离不开你的身体。离了会怎样？如烈火焚身，痛不欲生。那就让他也尝尝这锥心刺骨的滋味。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纯昭仪侍寝有功，赏波斯进贡骡子带，百越进贡红珊瑚。皇上已经在他那连宿7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恐威胁到娘娘地位。贱人！差点忘了，本宫还有一枚重要的棋子，摆驾翠微宫。
娘娘，6天了，忠秀宫那边还没动静。不急，咱们的二小姐啊，心思深着呢。主子，皇上朝着咱们宫里走来了。哦，楚兰衣那边有什么反应？皇贵妃并没有动怒，用膳过后就去翠微宫探望丽妃娘娘了。她会这么大度？娘娘，这位丽妃娘娘可不简单，她肚子里怀着的可是狗皇帝的第1个子嗣，贵重着。宫里的妃子们都躲着她走，生怕出点什么闪失。看来我们的贵妃娘娘终于要出手了。娘娘，喝药了。贵妃娘娘驾到！快藏起来，快！我的药。这是太医给臣妾开的安胎药，娘娘这是做什么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吃这么新鲜的紫河车。近日汴京城几桩孕妇被杀案，是你的手笔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古有一道偏方，取新生儿之胎盘，食之可安胎。日久，孕妇便生发异香，临盆将散。娘娘饶命！臣妾早有怀胎之心，只有此法才能保住肚子里的龙种。求娘娘放臣妾一条生路。等孩子出世了，可以交由娘娘抚养。愚蠢！你这段时间日日见红，真以为能强留得住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既如此，何不利用自己的孩子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权益呢？贵妃娘娘驾到！丽妃娘娘驾到！都说陛下金屋藏娇，千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纯昭仪好大的架子，进宫7日不来给本宫问安，你真当自己是后宫之主了吗？贵妃娘娘恕罪，臣妾来自蛮夷之地，竟不知这汴京城还有给妾室问安的道理啊！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昭仪，敢跟本宫这么说话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大胆贱婢！不要激动，怕你动了胎气。我怀的可是陛下第1个皇子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贱人！哎，小心！娘娘，我的肚子，娘娘，血！丽妃娘娘流血了！快叫太医！贵妃娘娘，怎么样？我配合的还满意吗？用未出世的孩子来做据，果然够狠。那我就和你赌上一赌，赌地母之欲。娘娘是个死胎，谋害龙种，这一局你必死无疑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丽妃的孩子怎么样了？皇上节哀，孩子未满足月，一落地就断气了。什么？翠竹呢？翠竹跟下人无关，是纯昭仪，倚仗着皇上喜欢，飞扬跋扈，为非作歹，打伤丽妃妹妹，这才导致丽妃妹妹提前早产。贵妃说的，确有此事。确有其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李玉儿，我要杀了你！
蓉儿，皇上，我们的孩儿没了，求皇上为我们的孩儿报仇。报仇？丽妃娘娘找错人了，杀死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，要不是你狠狠将本宫推倒在地，本宫也不会早产。你个毒妇，你还我孩儿！皇上如今已是而立之年，这个皇子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要是不杀一儆百，这后宫怕是再无安宁之日啊！杀我？他舍得吗？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恃宠而骄。纯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。皇上说过，在这皇宫内，除了您，没人可以欺负臣妾。臣妾只是自我保护罢了。丽妃妹妹大着肚子，她是如何能伤害到你呢？反倒是纯昭仪出手十分狠毒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置丽妃妹妹于死地。皇上，求你严惩这个毒妇，为我们的孩儿报仇。朕对你那么宠爱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？丽妃明知自己怀有龙种，还出言挑衅，置臣妾于死地。这样的人不配为人母，臣妾绝不认错。纯妃，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！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！这样的戏码已经过时了，姐姐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演技。玉衡，玉衡，刚刚是朕冲动打了你，他好端端的怎么会吐血呢？纯妃的身体有什么异样？禀皇上，我家主子自幼体质特殊，娇弱纯净，受不得半点污浊之气的冲撞。这颗药丸只能暂缓，还请皇上速召随行苗医进殿，救救我们主子。什么纯净之体，什么污浊之气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。皇上，你切勿相信他们在这里妖言惑众。快传随行苗医！皇上，皇上，不是要把我打入冷宫吗？还大费周章的救我干什么？我死了，正好可以给大皇子偿命。别瞎说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皇上，难道臣妾的皇子就这么白死了吗？是啊，皇上，谋害皇嗣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朕自有定夺，休得多言。腥味正浓的时候，他怎么舍得让我死呢？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就是玉衡的随行苗医，快看看玉衡到底怎么了？她为什么吐血？怎么样？这屋里怎么有股腥臭之气？哪来什么腥臭之气？你到底吃了多少紫河车，身上才会有如此浓郁的腥臭之气？什么紫河车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哪里有什么腥臭之气？丽妃身上的香气不比你家主子身上的浓郁。
常人闻上去确实是香气，但在我们苗医的鼻子里，就是浓郁不化的腐烂气息。你手上沾了不少人命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皇上，他不知道哪找来的妖女，在这装神弄鬼，故弄玄虚。臣妾怎么会是那种恶心的东西呢？早有耳闻，民间有使用紫河车保胎的方式，用的都是头胎、足月、男婴的胎盘，越新鲜的效果越好。是真的吗？因此，有那阴毒之人专挑待生产的妇人下手，剖腹取之，服用久了，身上会出现浓郁的腥臭味。旁人觉不出来，但是在我们苗医的眼中，那都是用人命堆砌起来的邪祟之气。旁人觉不出来，但是在我们苗医的眼中，那就是用人命堆砌起来的邪祟之气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我看你就是想替这妖妇脱罪。皇上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妖妇给蛊惑了。原来在贵妃眼中，皇上是个偏听偏信、不辨是非的昏君啊！臣妾并非此意，捉贼捉赃，这无凭无据。臣妾只是不想让丽妃妹妹蒙受这不白之冤。证据不就在这寝宫里吗？血口喷人！刘全福，搜供。皇上，侍卫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只找到了这包药材。草药。皇上，臣妾刚遭受了丧死之痛，现在又要蒙受不白之冤，求皇上一定要为臣妾做主，不然臣妾就不活了。请皇上惩治春昭仪。玉禾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好说的，皇上心里已经给我定罪了。狗皇帝连诉5日，楚兰英娜却毫无反应，不应该啊。没什么可意外的，毒蛇最善蛰伏，一旦咬住，就是见血封喉。他不会安静太久。走开！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该死的猫，天天来我们翠微宫里偷肉吃，再来我就打死他！你疯了吗？这可是贵妃的猫，把它赶走就行了。娘娘，是丽妃宫里的婢女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赶紧扔了，咱们该走了。走。丽妃宫里怎么会有生肉？这是紫河车。命人查一下丽妃。是。我家主子能否转危为安，就看你的了。皇上，这应该就是苗医口中的紫河车啊！尝过荤腥的猫，怎么能受得了肉香的诱惑？我的好堂妹，这场戏你可满意？什么？苏婉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臣妾这么做都是为了肚子里的皇子。皇上，住口！玉衡说的对，像你这样的毒妇，根本就不配被朕御一子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将丽妃处其称号，押入宗真府。贵妃娘娘，求您救救我！我这么做都是
求您了！拿走，快拿走！皇上，贵妃娘娘，皇上！玉衡，受委屈了。皇上哪有错？是臣妾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。那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朕？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楚贵妃口中的妖妇，还怎敢再提要求？我可不想被扣上妖妃的帽子。楚贵妃，掌管后宫不力，即日起禁足7日，无诏不得出宫门半步。纯昭仪，性情温良，恭顺柔嘉，甚得朕心。即日起封为纯妃。臣妾谢皇上。你这个勾人的小妖精！你又输了。皇上，给我掐死这个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快叫，快叫！你在那边！哎，真是一出好戏。没用的废物！哼，连玉衡，我还真是小瞧你。娘娘莫急，会有办法的。将这封信送出宫，马上。是。只是禁足7日，狗皇帝对楚兰姨还真是好啊。楚兰姨拿捏着狗皇帝的把柄，想要一下子扳倒他，没那么容易。但是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，等他自投罗网。属下明白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救救小姐！姐姐，救救小姐！把她给我让出来！仗着你姐姐的权势为非作歹，这是皇上送我的院子，胆敢在我的地盘放肆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哦，你的院子？听说皇帝把百花园送给一位新晋的宠妃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迷倒众生啊！哎呀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如果能与如此美女云雨一番的话，哎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我美吗？美，太美了。皇帝的女人你也敢碰？好大的狗胆！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我姐姐杀死你！好啊，我在未央宫等他，等他来杀我。出来吧。姐姐，小景找不到家了。我又何尝不是？走吧。小侯爷别动，别动！成天斗鸡走狗，还玩不够，非要去招惹一个傻子。你看看你，还像个王爷吗？哼，我呀是烂泥扶不上墙，
你有这功夫管管你小舅子。你我弟弟怎么样了？娘娘恕罪，小公爷的手腕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那个地方碎得太厉害，可能以后都无法生育了。碎了！皇上，请求皇上为臣妾做主啊！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纯妃那个贱人。纯妃？是纯妃那个贱人，她踢伤了我，她还带着那个傻子回到寝宫，我跟他们分明是有一腿。皇上，我们楚家就与你一个独苗了。纯贵妃的心思如此歹毒，她这样是想让我们楚家绝后呀！皇上，皇上，于你是你亲封的小公爷，纯妃她这样做，她是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而且她还把成年的男人带回寝宫，她这是公然想给您戴绿帽子。那质子虽然是傻子，但跟宫里的太监相比，他也是个真正的男人啊！皇上，哼，纯妃呀，长了一张勾人的脸，是个男人都把持不住。哼！扶本宫去未央宫，我要亲眼看着连玉衡是怎么死的。皇上，不要姐姐，好痒，小姐好痒！滚开！皇上这是做什么？门都要掉了，皇上这是来拆门的吧？朕听说你把齐国太子带回了寝宫，就想来看看。想来看看我有没有跟人通奸吗？皇上真是把臣妾当做一个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的荡妇，连个傻子都不。不，朕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任性也要有个限度，朕可是九五之尊。九五之尊怎么样？不也大胆！胆敢行刺皇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玉衡，快把簪子放下！皇上要是不喜欢臣妾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士可杀不可辱，犯不着让一个像傻子养的蠢货来侮辱臣妾。玉衡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朕都不想伤你分毫，怎么可能让其他男人侮辱你呢？那就要问我们的贵妃娘娘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啊！皇上，你今日来，不是给臣妾的弟弟讨回公道吗？你为什么就信他一面之词啊？启禀皇上，我家主子是踢了小公爷一脚，可那都是因为小公爷他先对我家主子出言不逊的呀。你给我住口！你主仆二人狠到家了，专挑男人的要害，害得我弟弟，害得他断子绝孙了。你闭嘴！报应，报应，真的是报应啊！天、娘、云婷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楚天和那一家子畜生绝后了。玉衡，皇上不觉得他罪有应得吗？他欺负你了。他呀，想睡臣妾，您愿意吗？他敢！朕的女人，朕废了他！用不着皇上动手，我自己的仇自己来报。废他！
传这旨意，楚民礼，重责20大板，为庶忠义侯楚天河，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。皇上，臣妾就这一个弟弟，求你饶了他吧。忠义侯楚天河，罚俸3年。皇上，再有人求情，朕就废了你的贵妃。日后，本宫早晚有一天要把你挫骨扬灰。这下不生朕的气了吧？上辈子朕肯定欠你的，才会遇见你来讨债的。上辈子的事，我没那个本事知晓，但这一世，你欠我126条人命，一一的向你讨回来。别生气了，姐姐，姐姐，陪小景玩，陪小景玩嘛。刘全福，将齐国太子带走。不要，小景要和姐姐在一起。拿开你的脏手！姐姐，你跟一个孩子吃什么醋呀？有这么老成的孩子吗？姐姐，7年为制，还有2年他就回去了，带着一身的伤回去，可不太好看。想起来，我也是有一个弟弟，算起来也和他一般大了。看到他，臣妾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弟弟。玉衡可是想家了。来年春天，朕一定陪你回去。家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姐姐，刘全福，太子殿下，老奴送你回寝宫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他不该是这样的。谁？怎么才来啊？收到你的信，我就偷偷溜进来了。娘娘，滚！听说最近宫里很热闹吗？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事情。宫里最近来了一个妖妃，哦，把那赵君耀迷得神魂颠倒，为了他2次都折辱于我，竟然纵容他废了我弟弟的子孙根。如果不杀了他，实在是难解我心头之。妖妃，果然够妖，够媚。怎么，你的魂也被他勾去了？女人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红粉骷髅。
真正的皇权才是大业。也包括我吗？你是我未来的皇后。怎么，舍不得？我现在只想做的事，就是赶快除掉纯妃那个贱货。那还不简单？我有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，既能帮你拔掉纯妃这颗眼中钉，又可以除掉赵君耀。你有什么好法子？听说纯妃身边有一个苗医。对，苗族擅长巫蛊之术。你是说，既然他不念夫妻之情，那就休怪我背信弃义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主子的功夫一点没有减退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杀了害我全族之人。主子，你猜属下发现了什么？晋王。主子，你怎么知道？曾经尚在闺阁的时候，他就经常和晋王来往。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年少慕爱，并未点破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行事越发张狂，连赵家两兄弟都是他的裙下之臣，也有些本事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揭穿他们的奸情。嘘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小景在挖宝藏。宝藏？这儿有一个娃娃。娃娃？姐姐跟你一起玩。这是皇上的生辰八字。小心！小景疼，姐姐呼呼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主子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将计就计。请君入瓮，请君入瓮，请君入瓮。皇上，您感觉怎么样？皇上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朕感觉有千万根针在扎朕的身体，好疼！想想办法呀！皇上。皇上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太医们说，皇上的脉象并无异常。那皇上为什么会这么痛？臣等不知。废物！要是还是无法查找出皇上的病因，本宫就把你们所有人拉出去砍了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你，君瑶。放肆！皇上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本宫已放肆过多回了，你才知道。玉华，别担心，你快回去，朕不想吓到你。我不走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走。老臣看着皇上的症状，有些像先皇那时盛行的巫蛊之术。掘地三尺，给我搜！去。这巫蛊之术，先皇在位时就明令禁止，宫中近100年从未出现过巫蛊事件啊，这怎么会呀？
太医有所不知，咱们这位纯妃娘娘从南越就带来了一位女医师，正是出身苗疆。皇贵妃有话不妨直说，拐弯抹角，真让人讨厌。本宫的女医要是懂这巫蛊之术，本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个妖妇！别吵了，朕相信玉娥，玉娥不会做这种加害朕的事。皇上，朕感觉好像不疼了。君瑶，你吓死我了！别担心，即便你是成了精灵，这次我也要让你插翅难逃。皇上找到了这个，从哪里找到的？在纯妃娘娘的寝宫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君瑶，我不知道。你少在那装无辜了，没想到你还挺恶毒的，胆敢诬害皇上。朕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朕为了你，冷落了所有嫔妃，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你一个人，你却想要朕的性命，为什么？君瑶，你听我说。住口！不配叫朕的名字。皇上，如今你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我了吗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去辩解？什么事实？犯上作乱，谋害皇上，就因为一个布偶，子不语怪力乱神。贵妃娘娘一向不屑鬼神之谈，什么时候也开始信奉这些了？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，孙太医。皇上，娘娘，这验圣之术绝不是子虚乌有。皇上可命人将这布偶剪开，里边必然有陛下的生辰八字。刘公公，皇上，这里面的确有生辰八字。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不是我做的，我不认。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究竟是谁指使的？无人指使。好，来人，上鞭刑，打到他交代为止。娘娘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上面写的到底是不是皇上的生辰八字？皇上，这上边不是你的生辰八字，这是谁的？皇上，这是我们娘娘的生辰八字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玉娥，好厉害的巫蛊之术，臣妾没有中招，皇上倒是中招了。别说了，玉娥，是朕糊涂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蠢货拉出去斩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臣妾不知是碍了谁的眼，竟使出如此阴狠下作的手段，想要置臣妾于死地。皇上是怀疑臣妾了吗？臣妾记得，孙医生当初是你父亲举荐入宫的。皇上，臣妾为了你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每每想起都夜不能眠。现如今，你竟然怀疑起臣妾了，都道是只闻新人笑，
不见救人类，既如此，皇上赐死臣妾吧。你以为朕不敢吗？忠良之后，你这个位置怎么得来的？需要朕再提醒你，你也不必时刻威胁于朕。朕想杀你，有的是方式。传朕旨意，将楚兰衣降为昭仪，夺其执掌后宫之权，由纯妃接管。他掌管后宫，他一个蛮夷之地来的妖妇。纯妃，恭谨和顺，贤良淑德，即日起封为皇贵妃。3日后举行册封大典。皇贵妃，我的好妹妹，你的噩梦开始了。这些可恶的狗奴才，下手也太狠了。还不都是皇上的命令？没有皇上的命令，他们敢吗？你不叫朕君要了吗？臣妾不敢。纵使臣妾有9条命，却只有1颗心，伤不起了。玉好，朕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不会再伤你分毫，哪怕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朕都摘给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的命我就收下了。还有你抢破了脑袋才夺来的江山，是吗？你听朕的心，此时此刻，朕的心是为你一人跳动。朕向你保证，无论什么要求，朕都答应你。所有要求？我要楚兰衣的命。楚兰衣是忠良之后，动了她，百姓不会答应的。你再换个要求。什么忠良之后？不过是一瞎子窃取别人军功的小偷罢了。臣妾只有这一个要求：君无戏言。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你太放肆了！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得寸进尺。哼！我们早有准备，何苦挨这一顿打？是时候检验成果的时候了。更何况，挨一顿打换几日的清静，值得。皇上这次是真的怒了，那又如何？世上只有一只情蛊，没有人能救他，除了我。很快，他会来求我的。你来做什么？姐姐受伤了，小景来给姐姐送药。给村心吧。不，小景帮姐姐上药。你的随从有没有教过你，女人是穿肠的毒药，看的碰不得。姐姐如果是毒药的话，小景已经中毒了。疼吗？小景帮姐姐呼呼。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年高尾随。是不是不疼啊？你属下什么都没看见。等等，把他送回去，告诉他的随从。太子已经成年了，可以安排通房了。是，太子，请吧。小景明天还来，姐姐等我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
就是那最烈性的毒药。联合百官来弹劾朕的宠妃，这个楚天河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您才是天启至高无上的君主，何必跟一个奴才一般见识？你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奴才是肺腑之言。天色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今晚还是歇在未央宫。今晚朕翻牌子。就他了。抬起头来。皇上，离其玉皇还是差远了。贵妃她凤仪万千，妾身自然是比不过。上来吧。皇上，请皇上怜惜臣妾！滚！皇上，皇上您流鼻血了！太医！天气骤冷，娘娘还是早些回去吧。还轮不到你来管本宫。娘娘保重身体要紧。奴婢听说皇上昨天晚上开始重新翻牌子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净室房的小路子跟奴婢说的。皇上昨晚宠幸了一个答应。我还以为这个女人能有多大的能耐呢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小心点，这套宫装是皇上今早命令加急赶制的，是给皇贵妃行册封礼时穿的。上面的凤凰可是用金丝线绣成的，刮花了可是要掉脑袋的。现在我算知道什么叫宠冠六宫了，以前的楚贵妃真是没法比。奴婢参见昭仪娘娘。给我掌嘴！娘娘饶命！继续！娘娘饶命！来人！娘娘饶命！娘娘，给我拉去慎刑司，拔了他们的舌头。是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！本宫就算落魄了，也轮不到你们这群贱婢说三道四。这么大火气啊！这再委屈的受不了，以后还怎么母仪天下？这就是你说的一箭双雕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。要不是赵君要忌惮我把他的罪孽公之于众，如今我早就已经身首异处了。哎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低估了那个小妖妇。阿赤啊，我这几日不知怎的，夜夜都被噩梦惊醒。我梦到大伯一家向我来索命，我这心里实在是忐忑难安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萦在心头。成大事者，哪一个不是沾满了鲜血？再忍一忍，棋局我已经布好了，时机一到，这万里江山就是我们的。连玉衡那个贱人已经踩到了我的头上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忍了。以色示人的玩物，想要除掉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你有什么好法子？你看这天要变了。这6月的天气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冷，主子小心着凉。青天剑那边怎么说？说是暴雨来临的征兆，明日就是主子的册封礼了，希望是个好天气。主子该换药了。姐姐，太子，姐姐，姐姐，小姐害怕。太子殿下，
这是在勾引我吗？勾引人可不是这样勾的。太子殿下装得很辛苦。姐姐什么时候不行？在你引我发现巫蛊人偶的时候，小心！萧景腾，姐姐呼呼。一个傻子，手上却满是老茧。太子殿下平日里下了不少苦功啊。我就知道，姐姐聪慧过人，小景是肯定瞒不住姐姐的眼睛的。或者说，是太子殿下亲自把破绽送到了我的眼皮子底下。说，千方百计的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如果说小景是为了引起姐姐的注意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那小景就证明给姐姐看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我学的怎么样，姐姐？玉衡，你伤好点了吗？别进来！玉衡，还是没有原谅朕吗？皇上不是说并非臣妾不可吗？也对，后宫里那么多娇艳的花，皇上怎么会差我这一朵有毒的曼陀罗？玉衡对朕来说，从来不是什么有毒的曼陀罗，而是迷人的罂粟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让朕深深的迷恋着。朕向你致谢，朕不该和你知悉。我不知道，你受伤不能近身的这2日，朕如同烈火焚身一样的煎熬。说得好听，皇上在意的不过是臣妾的身子，这样的廉价的喜欢，不要也罢。不是的，不要也罢。不是的，皇上您流鼻血了，快，奴婢带您去止血吧，皇上。玉衡，总有一天，朕会向你证明的。果然，男人在哄骗女人的时候，说的情话都是一模一样。姐姐拿我跟这畜生比，是在侮辱我吗？男人的真心最不值钱，就算我愿意给，姐姐也不稀罕。我知道姐姐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姐姐想要这狗皇帝的命，我愿成为姐姐手里的刀。姐姐想要这天启的江山，我便为了姐姐负了这艰辛。你到底是谁？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姐姐都已经忘记了，小景吃到的第一顿热乎乎的饭是姐姐给我的，小景永远不会忘记。姐姐放心，小景永远都不会伤害姐姐的。这鬼天气，光打雷不下雨。听管事太监说，井底都结了一层薄冰，真是太反常了。就连老天爷都在帮本宫。怎么样，事情办妥了吗？明天过后，让你看一场好戏。以色示人，能得几时好？连玉衡，你的宠妃之路到头了。新统领，皇贵妃命奴婢前来给殿下暖床。
那个谢过皇贵妃了，我们殿下啊，他还太小了，18了也不小了。统领啊，您放心，我们啊都是学过的，肯定会把太子给服侍的服服帖帖的。我们殿下要有需求的话，我们北齐啊自会安排的。你们各位请回吧，请回吧，哎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行，走。哼，姐姐真是可爱。殿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迟早会暴露的。已经暴露。什么？宫里边有何动静？哦，那狗皇帝啊，翻了几个宠妃的牌子，烛灯一直亮到现在了。肮脏的破烂货，也配染指他？还有2更的时候，赵君池又溜进了中秀宫，估计又是在密谋如何坑害皇贵妃吧。借女人上网，可真是亲兄弟。害人血，废他条胳膊。这可万万不可呀！咱们还指望着他牵制住这狗皇帝呢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是没开窍，你懂不懂？祸水东引的点。您是说？刚烤的，尝尝。主子，火盆来了。3更天了，延庆宫那边还未消停。这才第3天，属于他的煎熬才刚刚开始。今日天气实在反常，百花园里的花都被霜打了，璃月池里的锦鲤已死了大半。这滚滚的乌云压得天都快塌了，却一滴雨也没有落下来。原本宫里宫外就有对主子不好的传言，明日主子的册封宴，肯定有人拿这事儿来做文章。我谢了，雨死了。算心，古来帝王除了皇权和子嗣，最在意的还有什么？自然是祥瑞了。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皇上，滚！都给朕滚！皇上，太医院那边怎么说？皇上，太医说您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肝火有些旺罢了，吃几副药，调理一些时日便会好。细菌废物，朕的身体感觉有一团火球在烧，我感觉快化了。皇上，您再忍忍，太医说可能是上次巫蛊之事的后遗症，还需要调理些时日。续航那边何时可以圆房？皇贵妃的伤势应该还需要半个月。3天，我要一个完美如初的愈合。皇上，这还不快去！水，我要水！我要的是冷水！滚！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主子，外面下大雪了。花陵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。6月天下雪，真是怪事。何止是怪啊，咱宫里60岁的老人都没见过。你说说，这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？闭嘴！你不要命了，快走！奴才恭贺皇贵妃进位之喜。起来吧。才一个皇贵妃，根本不是我的目的。娘娘，不好了！皇上，
6月天突降大雪，一夕之间，庄稼全都冻死了。百姓们怨声载道，都在说什么？说妖妃当道，这是天罚，是亡国之兆啊！皇上，等先听大臣们说完，您再动怒也不迟啊。皇上，此话并非空穴来风，臣昨晚夜不能寐，于是便卜了一卦。皇上请看。妖姬护我，天罚将至，民不聊生，国之将倾。混账！什么天罚？再敢胡言乱语，朕将你们统统拉出去斩了！皇上，这祸国的妖姬就是本宫。诸位大人，我说的对吗？他就是妖妃林氏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好叔叔。玉衡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什么妖妃，什么天罚，都是无稽之谈。皇上，臣等绝不是妖言惑众，此女确实是祸国殃民的妖姬啊！皇上，忠义侯所言不虚，国运日衰，若不及时铲除祸害，天启气数将尽呐！够了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朕将你们统统斩首！皇上，臣妾也不相信妹妹是什么祸国的妖姬。先不说这天罚，自从妹妹进宫以来，后宫就不得安宁。还请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给黎民百姓一个交代。请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处置妖妃。你们，请问诸位大人想怎么处置我啊？烈火焚之，敬告苍天！你放肆！扰朕的贵妃，你们问过朕的意见了吗？还是说，在你们眼里，朕已经死了？臣不敢。别怕，玉衡，有朕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保护我的。皇上，黎民百姓怨声载道，北欺南蛮，虎视眈眈。若不处置妖妃，皇上的江山不保啊！竟然敢威胁朕！天河，臣当朕不敢动你。老臣不敢，老臣一家世代忠良，为天启的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臣实在不愿看到皇上被奸妃所迷惑，毁了我们先祖打下的基业呀！皇上，臣女一家对皇上是一片赤胆忠心啊，还请皇上为了黎民百姓铲除妖妃。好一片赤胆忠心！朕要是一定要保住皇贵妃呢？那皇上就不要怪老臣忤逆犯上了。这是先皇御赐的金简，此金简是先皇赐予我兄长的。拥有金简者，有护国之任，匡正皇帝之责。持金简可惩处奸佞。谁敢？今日老臣就要清君侧，诛妖妃，替天行道。请皇上诛杀妖妃。你们，皇兄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为了一个女人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，连你也要逼迫朕吗？皇兄，我只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，仅此而已。赵君耀，你废了我一条胳膊，今天我也要剜掉你一块肉。玉衡，爹娘，看到了吗？有这样的昏君，有这样的奸臣，天启的灭亡指日可待。可是百姓何辜啊？金简都请出来了，看来今日这个妖妃我当定了。妖妇，来人，给我把她绑了！所有暗卫准备，听我号令！不可啊，主子！您忍辱负重多年，不能在这时前功尽弃啊！快去！哎，玉衡，还等什么？
还不赶紧添火！妖妇，今天我就要烧死你，给我儿报仇！你们妇女是只会纵火这一个手段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忠义侯可曾听过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的典故？哼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涅槃！玉衡，去死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若天还有正义，请为我降下天象，以证清白。玉衡，装神弄鬼，给我添火！动手！姐姐，怎么回事？报，皇上，城南方向发生地动，大将军府旧址塌陷，凭空出现一块石碑。什么石碑？属下已经命人拖回来了。百姓们都在传，大将军府灭门一案另有隐情。这六月飞雪，正是大将军府灭门惨案的冤魂前来索命了。妖言惑众，一群妖言惑众的刁民，快救人！这突然变黑了，怎么飞天了呀？哎，快看！玉衡，护驾，不可伤他！楚家强，你是何人？叔叔，您认不出我了吧？你是楚云哥。奈何桥边的还魂酒，不如那上等的绍兴火。我的好堂妹，我回来了。这不可能！楚云哥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叔叔的绍兴火，堂妹的夺魂汤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血肉被大火一点一点吞噬，真的好痛啊！5年前的大火，当真是另有隐情。大将军一家可是我天启的亘古之臣呐，没想到竟然是被自己的亲弟弟、亲侄女所害。这所谓的天罚，原来是大将军府的冤魂不散啊！大将军附身皇贵妃回来报仇了！住口！你们都给本宫住口！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到底是连玉衡，还是楚云哥？皇上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我可是您亲封的镇国将军。我可是您亲封的镇国将军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也对，皇上听不出臣的声音，因为我的嗓子已经在大火的硝烟中被呛毁了。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妖孽，取我一剑！这副身体甚是娇弱了些，但斩掉叔叔的首级还是轻而易举。妖孽，休得猖狂！叔叔的武艺还是不见长，亏得我父亲将一生的武艺传授给你。我们一家123口人，还有3位大将军，都在奈何桥边等着你。皇上，您赶快下令杀了这个妖妇，救救我父亲！看在他为你是谁？弓箭手准备！皇上，您就是这么向臣妾证明的吗？玉衡，楚爱卿，
朕念在你护国有功，放过我的爱妻和臣子，朕可以请高僧为你家人超度。若臣一定要了这狗贼的性命呢！皇上，难道你真的舍得这娇滴滴的美人吗？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原来这残害手足的奸臣，血镜也是红的。我们楚家忠心耿耿，却满门被屠，老天不公啊！你快从朕的爱妃身上下来！放箭！赶紧给我放箭！仇人不灭，冤魂不息，臣还会再回来的。玉衡，玉衡，玉衡，君瑶，玉衡，感谢上苍，让我失而复得。妖妇，还我爹命来！姐姐，妖妇，还我爹命来！姐姐，啊！小景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姐姐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好你个连玉衡，不愧是蛊惑人心的妖妇，就连一个傻子都能心甘情愿的替你挡刀。像你这样人尽可夫的贱货，就该去死！人尽可夫？你是说我，还是说你自己？你来人，将楚兰衣打入冷宫。皇上，只打入冷宫，恐怕难以堵住百姓们的悠悠之口吧？对，皇上，刚刚这国大将军借皇贵妃的身份显灵，道出了大将军一家被灭门，另有隐情，还请皇上将此案交由大理寺彻查。闭嘴！朕自有决断。好险！幸亏陈平和花灵里应外合，及时在地下埋好了火药，将石碑藏于坑内。要不主子还要遭不少的罪。不过主子是怎么知道今日会天降大雪的？我也只不过是猜测罢了。史书上曾有记载，300年前的圣经也曾发生过这样极端的天象。结合这几天的征兆，我猜测可能会有这样的天象。至于是下雪还是下冰雹，无关紧要。无论是百姓还是帝王，他们只在乎这样的天象是祥瑞还是凶兆。看来楚家妇女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了呢。可惜本想借此除掉楚兰英这一家祸害，但是只杀了个楚天河。看来这狗皇帝还挺顾念旧情的。楚兰英是他陷害忠良的证据，他是不可能轻易将隐患交给大理寺的。你是说狗皇帝想秘密除掉楚兰英？那我们还怎么给大将军伸冤啊？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飞鸟尽，狼狗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皇上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也别怪朕，如今只有你的死，才能堵住众人之口。看来臣妾的家人也惨遭皇上毒手了。你的家人，朕已经送他们上路了。赵君瑶，你不是人！念在你服侍过朕一场，想怎么死，朕让你自己选。畜生，昏君，你不配当天启的皇帝！有你在，天启迟早灭亡。朕对你的仁慈只有一次，要挑战朕的底线。仁慈？你就是一个昏庸无道的虎狼之举，活该你一无所处，活该你绝嗣。天启的江山注定会断送在你的手上。你说什么？你怕是不知道吧？这所谓的巫蛊之术，其实就是我亲自给你下的毒。为了永绝后患，我还在你的药剂里添加了一味绝嗣的药。贱人！再见。
见也没有你见啊！你这个贱男人，被一个连玉衡耍得团团转，还在那儿沾沾自喜。实际上，你就是个不能生育的废物。好，让朕亲自送你上路。蠢货，废物！你死了之后也不配入天机房里。赵君瑶，我会。错了，朕是真龙天子，死了之后是不会下地狱的。人呢？人呢？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搜，找到楚兰仪及其同党，杀无赦！阿迟，你的手……那是我送你离开，遭遇了赵君耀的埋伏，断了一条手臂，才侥幸离开。发现我们了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帮我杀了赵君耀，替我父母报仇。我来问你，你确定连玉衡就是楚云歌吗？你是说连玉衡就是楚云歌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清点过尸体了，126具尸体缺一不少。楚云歌自幼带在身上的安魂镯还戴在他的手上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人？我说的不是少了一具尸体，我说的是多了一具。你是说，有人当了楚云歌的替死鬼？小姐，我来救您出去。李乔，你说是干什么？昏君见不到您的尸体，是不会罢休的。我来替您死，你快走！宁子，快走！宁子。很快我就可以为你们报仇了。姐姐真是好狠的心。小景为了姐姐被人捅穿了肩膀，姐姐竟看都不看人家一眼。没有你，我也不会受伤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我知道姐姐一杆银枪平四海，战八方，小景的身手在姐姐面前比起来，算不得什么。可是，小景就是看不得姐姐受半点伤害。站在这天启的皇城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繁华之下，危如累卵的国运和摇摇欲坠的根基。这就是你潜伏至今的目的，而这是我的国家。那是曾经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有你最终要去的地方，而我有我的归处。言尽于此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大道虽不同，殊途可同归。玉衡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偷人去了。我不信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有多想你。臣妾也很想你，想着怎样亲手将你送进地狱。玉衡，你不要离开朕，朕只有你了。臣妾身子还有伤，恕不能侍奉皇上。朕就抱抱你，朕什么也不做。皇上，该上早朝了。喂，出去！大人们都在等您呢。让他们也滚！娘娘，
这皇上让他们等，那就等着吧。还是玉侯深谙朕心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赵君阳，你已经从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出局了。皇上，你来呀！不好了，皇上吐血了！他体内的蛊虫以你的精血为食，若是长期不能同房，蛊虫就会在他的体内翻腾，让他浑身如火炙，痛不欲生。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的精元就会被蛊虫蚕食殆尽，那时候就是他的死期。娘娘，请恕臣等无能，不知皇上所犯何病，请娘娘降罪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是寿兰衣那个贱人，等朕抓到他，一定要将他挫骨扬灰。他呀，很快就会出现。有，朕真的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何错之有？这次真的错了，错不该将楚兰衣那个贱人迎进宫，更错不该让他统治后宫多年，更错不该不听你的，没能杀了那个毒妇。这个世界上最难猜测的就是人心，皇上现在幡然醒悟，也不算太晚。不，晚了，已经晚了。那个贱人给朕下了绝嗣的药，朕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子嗣了。没想到楚兰衣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皇上有没有想过，楚昭仪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在这后宫里，哪个女人不想孕育皇上的子嗣？而她冒着诛九族的风险，给皇上下了绝嗣的药。皇上不觉得她是在为什么人扫清障碍吗？你是说赵君池？臣妾没有猜错的话，楚昭仪现在应该藏于晋王殿下的府上。刘全府，奴才在。召集御林军，给我包围晋王府。是。启禀皇上，我们来晚一步，晋王府早已人去楼空。赵君池真是朕的好皇帝啊！纨绔王爷，没想到你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。皇上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朕指令，我有官兵出动，搜寻晋王的消息，顺势带回晋王的项上人头，朕给他加官进爵，世系万户。是。兄弟阋墙被一母同胞的血亲背叛，滋味如何？姐姐，你真好看。我说的话，你是一点儿也没听进去啊。
姐姐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铭记于心。只是让小景离开姐姐，小景是万万做不到的。随你。接着说。晋王爷逃到渭南，拉拢大将军的旧部起军造反，如今已到了关外。这个畜生，早知如此，朕就不该顾念兄弟之情，留他一命。皇上，南蛮和北齐那边也有大军，据探子来报，两国军队已驻扎在边境外，恐怕两国已经联起手来，想趁我内乱之际大举入侵。这群蛮夷小贼，想趁火打劫！皇上，比起外患，现在最为要紧的是想办法赈灾。大雪刚过，黄河畔又发起水患，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尸横遍野。望皇上开国库，救我黎民百姓于水火。不行，晋王都快打进宫了，这个时候开国赈灾，到时候国库空虚，朕拿什么打仗？皇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民心啊！闭嘴！当务之急是除了赵君池这个叛徒。皇上，太师说的有道理，外患需要解决，内忧更不可忽视。那玉华是想怎么做？开国库，赈灾。赵君池兵临城下了怎么办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皇上以仁义治国，这种乱臣贼子何惧之有？也罢，就按玉皇说的办吧。谢皇上。太师请留步。皇贵妃有何吩咐？太师大人不必如此警惕，这里有我整理的一些防治水患的方式，太师大人闲暇之余不妨看上一看。后宫不可干政，娘娘请自重。这老头子又倔又硬，看似迂腐却不刻板，此等臣子深藏若虚，必须予以重用。娘娘，侯爷来信，晋王的军队已经入关了。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，这最后的盛宴该隆重些才是。疼杀朕了！朕感觉每寸肌肤都好像在火上烤。皇上莫急，很快便结束了。你找到解药了？皇上问的是什么解药？鬼知道，楚兰溪那个剑士给我下了什么毒？臣妾不知道。皇上，不如亲自去问问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皇上快逃！晋王带兵杀进来了！什么？皇兄，这火急火燎的去哪儿啊？赵君池，皇兄，几日不见，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做兄弟的就送你一程。杀！杀！畜生！咱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朕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那个位子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这些荒唐行径是演给朕看的，你藏得太深了。皇兄啊，皇兄，你错了，藏得最深的人不是我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你的命，想要你命的人是你的长辈。
我知道，你这个女人，你还敢回来？皇上不会以为王爷说的人是我吧？不是你还有谁？如果不是你们，人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也不会让你们有机可乘。你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蠢蛋呢！到了现在，是时候让他死个明白了，尊贵的贵妃娘娘。连玉衡，或者说，我应该叫楚云歌才对，是吧？我亲爱的堂姐，堂妹好眼力。你是楚云歌？皇上，臣回来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是又被楚云阁附体了，对不对？玉衡，世上本没有什么鬼怪，只有心怀鬼胎的神。不，这绝不可能！那场大火我设计的天衣无缝，连苍蝇都无法逃脱，你是怎么逃出升天的？也许是我命不该绝。我奶娘的女儿从乡下回来，碰上了那场浩劫，为了瞒天过海，她将我藏于地窖中，自己葬身火海。所以，你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来找朕复仇了？不是你，是当年参与所有的人。你还真是让我出乎意料呢。就算是我都没有想到，一个曾经像男儿一样英姿飒爽的少将军，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如妖似魅的狐狸精。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我扒掉了自己的一层骨肉，揉碎了自己的一身傲骨，就是为了今天那些个痛苦的经历，如复古之躯，我不敢忘，更不能忘。可惜堂姐，你找错人报仇了。真正的主谋不是我，主谋是这个狗皇帝。现在你就杀了他，你就可以报仇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有长进。我要杀他，易如反掌，就如同我现在能在这层层禁军中取你首级一样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在我为国征战凯旋而归的那一刻，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死在堂妹的嫉妒和皇上的猜忌中。126条人命，大火烧透了半边天。我像你一样，但意识还是清醒的，喊也喊不出，叫也叫不了，只能任由自己痛苦的煎熬着，被大火吞噬。这样的痛苦，今要是不让你们体会一番，复仇的意义又何在？所以，朕身上的毒是你下的？那不是毒，是蛊，迷情蛊。迷情蛊？在我进宫的第一刻，我就在你身上中了蛊，一旦发作，就如同烈火炙烤一般。这种滋味，就像那126条亡魂所经历的一样。毒妇，朕杀了你！我现在不杀你，等你尝过所有人的痛苦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接下来，该我和堂妹做个清算了。接下来，该我和堂妹做个清算了。就你？你以为本宫真的会怕你吗？现在整个皇宫都是我们的人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你也杀不过100万雄兵。本王还是挺欣赏你的。自古成大事者，哪一个不是脚下铺满白骨？将军若是愿意，可以与本王共谋天下。只要你把这个昏君交给我，我会让他写下罪己诏，昭告大将军府，昭告黎民百姓，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听上去还是挺诱人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
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皇贵妃。阿迟，皇贵妃我当够了，我要当皇后。贱人，你一个被男人玩烂的狐妹子，还想当皇后？你怎么不当皇帝呢？这也不是未尝不可呀。阿迟，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蛊惑了，他能给赵君药下毒，就能给你。你赶快下令杀了他。这就受不了了。堂妹还是一如既往的善妒，这样可是当不了皇后的。阿迟，还在等什么？杀了他，抢过狗皇帝，逼他写下罪己诏，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。本王只是逗他玩玩，罂粟有毒，我可是很惜命的。只可惜呀，本王未来的皇后留不得你。没办法，本王只能杀了你。杀了他。太阳快要升起了，黎明破晓之后，又将会是一个新的艳阳天。杀了他！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吗？姐姐，想我了吗？主子，叛军已肃清完毕。义父不必多礼，君臣之礼不可废。你想当皇帝，有何不可？荒谬！你一个女人还想当皇帝？祸起萧墙，兄弟二人一死一伤，皇贵妃临时受命，垂帘听政。100日后，皇帝毒性发作，留下遗诏，皇贵妃登基继位。你早就计划好了，你是故意放我们离开？难道我们军队里的起义兵也早就被你换成了自己人？你是什么时候准备谋权篡位的？当你命人将我点天灯祭天的时候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个国家内里已经烂透了。我从未想过要谋权篡位。我生于天启，长于天启，这里是我的家，而我能做的，只有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日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天启44年，靖王之乱后，帝病重垂危，卧床不起。皇贵妃连氏垂帘听政。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北齐派出了信使，不日便会抵京，将太子接回北齐。这番操作是要开战的征兆。要是北齐和南蛮联手，打破这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以天启现在的兵力，只能等着被瓜分吞并了。我们不能放北齐太子回去啊！若不放人，北齐便更是有了开战的理由啊！那该怎么办？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呢？放！姐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放我走？你父皇病重，兄长们闹得不可开交。再不回去，北齐就没有你的位置了。那群废物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北齐的事我自有安排，你别顾左右而言他。现在说的是，你要赶我走，为什么？你心里从未有过我。姐姐，我不想走。姐姐，我不想走。你走吧，回北齐，做你该做的事。我知道你想让我回北齐，帮你牵制南蛮，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，
只需要你的一句话，一句话就行。你的答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你该不会以为我真会让那狗皇帝碰我吧？好了，该说的也说了，你快走吧。姐姐，不要忘记我。北齐太子已经顺利继位了，继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撕毁南蛮盟约，北齐和南蛮的大军也将离开我国边境了。没想到这个傻太子竟然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如此心性，天齐怕是又多了个劲敌啊！备一份厚礼送去北齐。主子，皇上病危了。你来了。听说你要见我，你要的东西，我亲手交给你，你亲自拿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朕？你视百姓如草芥，视忠臣为仇敌。你这样一个不仁不义的昏君，也配谈爱？你们楚家功高盖主，若不处置，会威胁到朕的江山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但是，我对你是真心相待。我就想问，你有没有对朕有过那么一刻动心过？你让我感到恶心。既然得不到你，主子，主子，你的肚子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肚子正在孕育一个小生命。是不是真的？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1个月？你个贱人！你敢背叛朕，朕要杀了你！你个毒妇，朕要杀了你！你死后，我腹中的孩子就是你的遗孤，他就是未来的皇帝。你死后，我腹中的孩子就是你的遗孤，他就是未来的皇帝。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皇上驾崩了。天启45年，耀帝驾崩，怜妃继位，改国号为大夏，一代女帝的传奇从此开始。宫是皇后，来人，替本宫沐浴更衣。还想做皇后啊？我呸！别理他，晋王一死，他就彻底疯了。今日女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这先帝的妃子全都放出宫养老去了，就连那些重刑犯都能讨得一杯酒喝。就他没本事，还想着当皇后呢。我看他呀，就一辈子老死宫中吧。咱们走。长灯，本宫要吃饭了。皇上，你说，他登基为帝，
我该送他什么礼物？天启那狗皇帝活着的时候，800里加急从岭南运送荔枝，只为博美人一笑。皇上可以效仿，送一篮子山楂吧。有时候我真的很奇怪，你的脑袋为什么会那么牢固地钉在脖子上？咱们北齐的山楂最好，听探子说，女帝孕吐的厉害，吃了有好处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有力啊！不要停了，皇上！有力呀！怎样了？嬷嬷稍加调一下，大人孩子不会有危险。太医，皇上，有力呀！你让停了，皇上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骗得我好苦。你不该来的。姐姐现在正承受着生子之痛，我必须得来，我要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的孩儿降世。谁在仰望这夏夜满天星河？一颗流星转瞬而过。女帝在位仅10年时间，创下来开平盛世。大夏10年，女帝正式传位给了太子，自此便退出了历史的踪迹。姑姑，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不靠谱的父母啊？主子是相信小主子的能力。主子这辈子太累了，剩下的日子让他开开心心的游玩吧。姐姐，下一站我们去哪儿？听说大漠的风景很美，我们就去那里吧。好，只要有姐姐在，无论在哪都是美的。